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7日公视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交通部的铁道局伫昨昏发生2件意外。一个是伫嘉义咧做高架工程的时，包厢甲一台塞车留伫铁基路顶悬，害区间车去弄着，加载火车、无兵车离客拢平安。另外，伫宜兰的新马站，也就是进前普悠玛摆卖的所在，因为即马当地做铁基路掠地的工程，脚踏车是去搞着电线，害车帮满分。就是这台差不多1公尺长的小平台车，留伫代替铁基路顶，互代替区间车直接弄着，差一点就甲控诉控制泰鲁阁高速公路同款，不过载旅客平安，真正互人惊一个。远警到场查看后，该物为营造公司封底基础工程遗留于现场的手推平台车，致该列车紧韧，未造成本案旅客及人员受伤，台铁局紧急调度车辆接驳。根据了解，铁道局是伫初九0:41分，伫嘉义民雄到南靖站进行高架化工程。4点10分，解除路线封锁复电。5点16分，一台代替3121处区间车经过时阵，好亲像直接就弄到包厢工作的小平台车。特殊列车头前下主排障器故障，旅客转坐其他列车。不过铁道局初九发生的事故毋哪一件。承包铁道局工程包厢伫宜兰普悠玛事故的新马站施作弯道改善工程。透早1点，怪手无适宜高长东线电车线的主吊线，经过1点钟，派电力维修车抢修，改换20米长的主吊线，一直到透早4点40分才抢修好势。台铁局要甲铁道局求赔偿。相关的一些疏失的一些事故呢，我们都会对承包商依契约的规定除了给他罚款之外，对人员的部分，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惩处。它采用的其实都是外包给厂商，那发生任何的意外之后，那很有可能就是切割成厂商的责任。可其实真正在负责这个工程相关的验收以及工程的监理，还是回到国家单位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认为，不论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是发生在这个台铁局或者是铁道局，他们其实都应该要回归到说，这个是由国家负责的运输、公共运输的这个服务。铁道局表示，拢有按照规定，所有时间收工了后，拢有做相关的检查，搁写标单。不过也是发生平台车走入铁基路的疏失，会进行处分。不过代替产业工会是呼吁铁道局爱负起所有工程监督责任，才会当降低事故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台南一对母仔囝5月7日中昼，在过车路的时去互轿车弄着，妈妈重伤，3岁的查某囡仔不幸过往。昨昏有民众是去发生事故的路口放花，放囡仔佚佗物仔来悼念这个妹妹。那囡仔的老爸是讲，家担也唔敢甲牵手讲真相。一束芳水古彩花，就放伫台南北区中基路甲成功路口。除了花，甚至也有囡仔佚佗物，全部拢是民众自发性要来悼念因为车祸死亡的3岁查某囡仔。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所以其实看到的时候其实蛮……看到那个新闻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蛮难过的，因为说真的，台南交通已经不是1天2天这样子了。7日中昼，台南市一对细里的母仔囝行伫板尾线，煞互倒歪车冲撞，造成母亲重伤，3岁查某囡仔死亡遗憾的代志。查某囡仔父亲交代也毋敢甲家后讲出真相。即阵有较稳定啊，毋过搁爱观察1、2天啊。即阵有较稳定啊。你问我讲，阮祖囝有较好无？我甲伊甲变讲，阮祖囝伫别个病院，好好啊，无安怎？我好好的人，佮挡袂掉啊，伊安尼哪有可能挡会掉？查某囡仔父亲也悲伤的批评，政府才拄啊修法，体罚无让行政法则，家己查某囝就去互弄死，实在是伤口死。对此，交通局强调，未来将对交通教育工程执法3面向来拍拼。执法面的部分的话，除了将持续强化为礼让行人之交通大执法外，工程面为改善行人通行环境，并于适当的一个路段来划设标线行人行道。调书的姓杜女子，防以过失致死罪向法办，事后也捌打电话予查某囡仔父亲，调至下到灵动前第一。那初九下昼进行招魂仪式，对民众送花甲佚佗物悼念，父亲也感谢各界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人也纳粹的旗仔出现伫台北欧洲学校的门卡口，另外伫网络顶头有几来民众也打出纳粹的符号。以色列和欧民主台湾的单位拢有注意到这个现象，是希望咱台湾爱做出应对，唔好让纳粹的符号搁再出现。
最近，佫出现有人摕纳粹旗仔出现伫台北欧洲学校门口，也是伫大批家长等咧接送学童的时阵，网络顶子也出现几啊个毋是学校官方入面的面册，用符号斗成的纳粹符号。以色列甲欧盟驻台机构拢表达关切，外交部也呼吁咱国民众爱尊重各国人民感受。And I really hope that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Taiwan will find a way to remove these salting symbols off the street. 再次吁请国人务必遵守文明世界的规范，尊重各国人民的感受以及各族群的不同立场。2016年，新北市公园高中学生穿纳粹军服、拿纳粹旗仔，缀伫转小改造的战车市场，就是趣味的变装，引起各界谴责。为期也有几啊件学二战纳粹争议事件。2006年有规定学生组织宣传纳粹主义。2011年3名学生穿纳粹军服参加国防部首旗战斗营。2013年有反动人士穿纳粹军服参加反同志游行等等。学者表示，纳粹大屠杀毋仅针对犹太人，也有非犹太群体，像波兰人、苏联平民甲政府、同性恋者、心性障碍者等，总受害人数可能超过1000万，是欧洲历史上真悲伤的记忆。我们对欧洲的历史毕竟有一些距离，有一些隔阂，所以说有可能理解性会不够。欧洲人也可能对于2次大战东亚战场，或者又像是对于台湾的一些过去，像228事件或其他的事情，可能也不那么了解。民主国家保障言论自由，不过学者认为，咱国民众对部分符合伫其他国家代表的负面意义甲背后历史的悲伤，可能因为无够理解而被用。相关议题爱更加谨慎。外交部表示，蔡总统连3年出席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相关活动，毋望病毒收分心态，展现对无共文化、宗教甲族群的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同齐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是受东北季风的影响，透早的时会较凉冷，要过日时开始就会豆豆回温。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头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会嘛会当看到日头。透早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会感觉较凉，要过日时东北季风就会减弱，温度会豆豆回升。中南部高温今仔日嘛有30度。要过中南部早暗的温差有较大，另外嘛要提醒乡亲，桃园也到云林，也有恒春半岛今仔日会透强阵风。也若第2波黄霜雨方面，按算拜6礼拜会影响咱台湾，而且会开始变天嘛会落雨，雨嘛有可能会落真粗。有要出门去庆祝母亲节，就要会记哩早雨满雨伞。若根据环保署上新的酸雨监测的报告，雨水上界酸的前5名拢伫北部。新竹的 pH 值是5.29，这是比连续4档拢排第1的中立，即马也搁较严重。所以新竹嘛正做咱全台湾即马雨上酸的所在。人讲落雨就莫压雨，因为根据环保署上新的酸雨监测，全台去年14座的7站。雨水的平均 pH 值是5.79，其中雨水上酸的所在是新竹 ，pH 值是5.29。车伤多，天气有关系啊，空气歹污染，这是人为的因素占大部分啦。若要讲新竹的雨上酸，我咧想应该是甲空气污染有关。每天往来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交通，以及园区厂商排放废气的污染。讲到酸雨的 pH 值定期值是5.0，数据愈低表示愈酸。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大气系做全国酸雨监测甲成分分析调查，收集1000多份的数据，发现去年雨上酸的前5名拢伫北部，尤其新竹直接超过连续4档排第1名的中立。伫咧外口吼，伫咧外围，伫咧比其他的这国家是地区吼所刷入来的这种污染的这种物质吼，伊经过这个雨水吼，安尼甲冲落来以后，到咱地面吼，咱看到就是这种比较较酸的这种雨。天气分析师表示，北部寒天较厚落雨，所以酸雨反应会较明显。中南部虽然大家感觉空气较歹，但是雨落少，所以北部的雨才会较酸。记者台文曾准由周君和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驻加拿大外交官赵维涉嫌恐吓加拿大国会议员曾文浩，也有伊的亲人，即嘛是互加拿大政府宣布要甲这个中国外交官放出去。中国虽宣布报复行动，嘛要赶走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一个外交官。
也个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是表示，绝对未接受中国的恐吓。继续关心《中国时报》。Costco 卖的进口的冷冻鱼验出 A 肝病毒，引起消费者烦恼。即马就风声讲，伫湘北拢有人因为食到了后验出 A 肝阳性的案例。也毋过疾管署是表示，这2个怀疑个案复验了后，结果拢是阴性的，已经排除感染。继续关心联合报，咱国内流感肠仔病毒即马继续咧压悬，病例数是直头创下新高。顶礼拜因为类流感去互医生看的人次超过63000人次，这是最近这3档的新高。啊，那肠仔病毒的病例嘛是这6年来的新高，肠仔病毒特别开始进入流行期。因那新冠疫情是还未结束。疾管署监测着发现讲，疫情有可能还佫继续压悬，而且会持续到7月初。另外，流感嘛新增加2个死亡的案例。未来2礼拜流感的疫情嘛，共款会愈来愈吃力。啊，那高主即马佫有新增加15个确定病例。即马有2万多个预防车，后礼拜就当开始注射。新冠肺炎第4波疫情是慢慢升悬，疾管署监测发现讲，顶礼拜每日平均是增加116例中重症，死亡每日平均是增加15例，拢比前1礼拜是小可加。恐惊会一路升悬到7月初，而且变异株 XBB 已经占4成，要怀着的人佮怀着的机会会增加。新的这个 XBB 的这个变异株呢，有包括大家外界所称的大角星，但是也有另外这个先前已经流行在欧美的 XBB.1.5。所以目前 XBB 来讲，也是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主流的病毒。另外，流感的疫情嘛继续烧，顶礼拜是增加28例流感，而且发生重症的病例，其中无到10岁有4例，而且佫增加2例死亡个案，拢是有慢性病70岁以上的士大人，拢无做过本季的流感预防针，2个人拢是感染到 A 型的 H1N1。疾管署提醒讲，流感疫情未来2礼拜有可能继续佫起嚟。最近因为这个防疫规定松绑啊，口罩的很多人就是可以取下，还有就是出游的人潮增加等等，都增加了这个流行性感冒或者是其他病毒的这个传播的机会。另外，高主阁增加15例确定病例，包括14例本土和1例境外移入。加起来，国内高主个案已经有79例。进前紧急国买的2万罐高主疫苗已经到台湾，即马当在做风险检验，暗算对后礼拜开始提供预约来注射。今年嘛出现第一件朱卡病毒家庭群聚事件，是北部30多岁翁仔某去马尔地夫旅游，结果话着，等来台湾了后就出现镜头，采检发现是为着朱卡病毒，好在已经康复出院。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院已经3度通过环境部组织法，环保署会正式升做环境部，嘛会设气候变迁署。环保署长张子敬就表示，改制了后有充足的人力，会当来推动业务，嘛会当解决长期无材料处理的问题。也毋过环保团体是批评讲，升格了后无整合水土甲山林，颠倒是官变多，只是好着一寡人升官尔尔。环境部气候变迁署组织法制定通过。经过12年，环保署升格关注部无成，调整做环境部，组织法3度通过。组织架构伫部长之下有2个政务处长、1个常务处长，包括5署4署钱。为着达成2050净零排放目标，成立的气候变迁署会补助人力推动业务。环保署长张子敬心情激动，路径更较侪环境问题会当得到解决。组织提升了，那么法规能够针对问题，从源头去做制度的改善，那么希望对于原来一些长期没办法处理的问题，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比较有效的解决。升格环境部有关乎外界批评关闭升格，时代力量立委单椒华甚至认为应该正名做环保部，未少声音认为环境应该包括山林水土地理。也毋过这摆升格由于无法度整合相关单位，环团代表认为无有前瞻性，恐惊往前行的只有人数。更妥适的管理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要把台湾的山林水土资源做一个整合性的，包括部会组织都应该要整合起来，但是现在没有，有啦，有人事跨出去了啦，很多的署长啦，很多的官位可以去做分配了啦。环保署表示，
毋是就地升格，是全面打击环境治理责任。那水土林治理无整合防治期，民进党立议党团提出修正动议，由行政院整合自然资源有序管理规划治理机制，将相关部会纳入。伫行政院层级进行跨部会分工，也毋过张具混集期，无法分基础做一个成效，也烦恼是责难法制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昨昏因为贪污罪被抓去，伊伫全国的支持者是真生气，上街头抗议，嘛和警方发生冲突，暴动有造成一个人死亡。啊，那这个国家即马嘛变甲真无平静。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克拉芝，数百个前总理伊姆兰汗支持者真生气，冲到街路放火烧卡车，向警方碰石头，互警方用催泪瓦斯反制。西北部都市白沙瓦、西北都市奎达拢有街头暴动。进前伫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安全部队政治高等法院将前总理伊姆兰汗抓起来，理由是涉嫌贪腐。आज जब बायोमेट्रिक के लिए वो गए तो उन्होंने कोर्ट प्रीमिसेस के अंदर खान साहब को अरेस्ट किया, उनके सर पे डंडा मारा और उनको ऐसी कुछ चीज़ उनको स्प्रे मारी गई, लेकिन वो उसके बाद उनको गाड़ी में डाला।伊姆兰汗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呼吁群众爱冷静，佮表示这摆逮捕是非法，违反政治规范也无进度。当局警告伊斯兰汗支持者若继续抗争，会采取严厉手段。लेकिन ये गिरफ्तारी जो है ये जो अल कादर ट्रस्ट के नाम से केस है उस हवाले से उस इंक्वायरी और उस मुकदमे में जो है वो की गई है।板球名称出身的伊姆兰汗，目测国家摕板球世界杯冠军，被看作是民族英雄。后来行政治路，成立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当选国民议会议员。佮伫2018年做总理，不过5年前期还未做满，去年4月互国会罢脱。以前来非法币，外边送互国家礼物，隐瞒家己资产，这指控超过100件，贪腐只是其中一项。巴基斯坦11月大选那相关案件被定罪，伊姆兰汗免过担任公职，也面临生涯重大失败。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继续关心非洲中部公戈民主共和国，伫顶礼拜因为做大水，东部有2个钟头雨水引起，灾情是真严重。统计到初8为止，已经有400多人不幸过往。拼死哦，拼命骨，就是要找一线希望。也不过讲出来，较侪拢是已经无性命的受难者。非洲中部的民主抗俄，东部南基5省顶礼拜连续落几日暴雨，引起山洪爆发，溪水崩坏，真侪民众活在伫土石内。Mwanangu ameenda we, hapa Mungu ameenda. Hapa Mungu ameenda, ameniachia watoto 5. Mimi nimelia kwanza kwa aferi ya kwangu nimepata ajali. Nimelia kwanza ajali ya kwangu. Mke wangu amepoteka. Amekwenda na watoto wangu watoto 16. Mama Kandu na watoto wote wamepotea. Nimewakia mimi peke nyumbani. 南基5省受害上严重的2个钟头，会使讲是险灭踪。救援团队顶礼拜紧急支援，然后搜救时间愈久，家属愈绝望。初5，搜救队已经找到100多具遗体，到初8，遇难者已经超过400人，有数百人下落不明。灾区附近病院面对大量伤患，医护人员、药品设备拢超过病院的负担。Vous constatez que certains dorment à même le sol。联合国应急小组已经介入，呼吁国际提供医疗食物住所等援助，好好安葬往生者。南基5省毋是头一届发生严重水灾，2014年当地因为暴雨损坏700多间厝体，超过130人失踪。民主抗俄政府宣布初8全国哀悼1天。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正综合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世界卫生大会 WHA 自1到30会伫瑞士日内瓦举办，咱台湾甲当时也未收到邀请函。也毋过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伫今仔日有发出声明，表达美国强烈鼓励世界卫生组织爱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这是布林肯自2021年就任以来第3届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咱参加 WHA。来关心乌克兰的东部即马轰炸。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发生社记者在当地采访的时受攻击，造成一个32岁的记者死亡。
另外，美国伫今仔日嘛宣布，佮要提供乌克兰美金12亿的援助，要提供炮弹，也佮加强乌克兰的空防能力。继续关心西班牙是全世界上大草橄榄油的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一半。不过，当地农民就表示，对今年1月份开始，因为拢无落雨，加上高温小影热流，西班牙的南部即马高温已经升到38度8啊！草橄榄花拢冷去，今年草橄榄油产量可能会减真济。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国民党要派相出来选总统，即马是还未决定。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伫议会，伊是表达伊对两岸的看法也有态度。伊讲伊反对台独，嘛反对一国两制。也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是呛明，当时总统蔡英文就是派前总统府的秘书长李大为主动预备 BNT 的预防针。比战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也未决定谁选。新北市长侯友宜最近对两岸的论述坚决反对台独加一国两制，初稿阁讲无法度接受用意识形态分裂国家团结。不过民进党这个故意闪9日共识，两岸主张阁讲未清楚。咱来勇敢讲出来，咱是尊重法治，很清楚咱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咱是这个土地台澎金马共同生活的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争取拿赢提名，再去拜会新北市议长柯水瑞，哪位电证经陪伴？不过郭台铭连续批评政府主动买 BNT， 初稿面册阁讲，都是前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为斗相共大小姐传话。嘛要公布疫苗购买真相，总统府紧回回讲这是无实在谣言，还机会回应李大为毋捌讲过这话。昨天晚上就把所有资料整理一下，我们会在脸书呢详细，因为这里面我讲事实就是事实我讲我们会用事实来说明真相。那是副总统赖清德变外交接见圣克里斯多福加尼维斯联邦副总统韩立，讲到克国独立了后，头一个建交国家就是台湾，台克40年来互相扶持。特别是去年4月份，德鲁总理在内阁里面无意通过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民航组织、国际刑警组织，还有国际气候变迁组织等等。这个是在克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这对台湾来讲意义重大。他说这次是民主跟专制的选择，不是和平跟战争的选择。那选谁是专制？这个专制还好意思讲别人专制？郭文铁已经正式登记民众党内总统初选，初稿拄到拿赢罗志强伫街路拜票，讲到大选，搁再批评赖清德专制。那是郭文铁甲郭台铭拢要选总统。新北市长高虹安则拄签联署书挺郭文铁，初稿就甲郭台铭见面，不过伊讲两个人拢真有智慧，袂互伊为难。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咱国内正大间的乡西旅游，即马是互指控诈领政府的补助款，讲因利用教育训练的名义向劳动部去申请补助，毋过是涉嫌诈领99万，劳动部即马已经把钱拢讨回来啊。检调嘛发动搜索甲约谈，即马要依照诈欺甲伪造文书罪移送法办。总部位伫台北内湖的乡西旅游集团初稿现地凭证，也毋过前一天稍后检调搜索，佮约谈3名员工到案，因为乡西旅游以教育训练名义，2019年向劳动部申请补助，却涉嫌诈领大约99万。3名被告涉嫌违反3人以上共同诈欺。还有这个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还有商业会计法犯罪嫌疑重大，但是没有羁押的必要，所以各交保新台币10万元。为了人力资源提升，佮互劳工安心就业，劳动部有推出企业人力资源提升充电起飞、甲充电佮出发训练等计划。乡西旅游伫2019年申请企业人力资源提升计划的训练补助，相关补助200万，也毋过事后清查，所发现乡西提供的工时签收单有工时纪念有分身，工作时间其他的公司上去。乡西公司文书作业属实，警方单位执其涉嫌诈领，报称检调侦办。恐涉及伪造文书跟诈虚取财之余，所以110年的4月6号，我们就主动移送检调。那是同年的4月28号，也把补助的99万余元一并的追缴回来。有那种专门的这种类似气管顾问公司，等于是说帮企业写案子，就完全申请，然后呢，事实上没有去企业内来上课。好，那这种虚报，或者是说他办训呢，这个人数可能浮报。
对专案详细旅游回应，专案进入侦查阶段，秉持侦查无公开原则的专业配合检调，保证企业服务、财务营运一切正常无受影响。劳动部再次呼吁企业应该秉持诚信，确实办训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政府即马是拍拼要伫年底，互大巨蛋会当完工开始营运。昨昏有10外个台北市议员有专工去大巨蛋，有人是针对人工草坡啊，也有椅仔设水有表达意见，提出建议。严国伟向即马表示，会等球队来遮试拍过，才做一个调整。工人伫咧大巨蛋场内一直赶工，一班3000外平方公尺的人工草坡已经铺好啊，有7公分高。台北市政府要拼伫今年底互大巨蛋完工营运。内外乡也有座位区、应援区拢差不多啊。陈辉宇议员再去考察。我们大的重点是在于人工草皮，然后座椅颜色的部分，以及我们最重要就是未来如果有发生灾难的时候避难逃生的路线。草皮的防护，让我们的球员在运动的时候不会，在比赛的时候不会受伤，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所以我们特别是关心这个人工草皮，还有它上面铺的这个沙的细致度。除了确定道线的路线敢有顺，大巨蛋内面的浅色的椅啊，是不是影响球员找球，或者是造成反光的问题？万向集团回应讲，因为即马外接的临时电加电火，落互整体看起来效果无啥共款，所以等球队实际拍刷了，结果来做调整。看到的灯光都还是所谓的临时电。那色温也都不一样，所以会请这个球队来打完，那确认灯光打下来，色温 OK 的情况之下，看在比赛状况中会不会影响，我们再来做调整。大巨蛋采取分区启动营运，第一期已经伫今年4月18完工，目前正伫咧勘验改善，按算112年7月摕到使用执照。针对部分议员质疑大巨蛋的体育活动可能比演唱会或者是其他表演较少。提出体育局回应，大巨蛋的体育活动比例将会对第2年到第4年的57%，增加到第5年开始的65%。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总统杯跳水锦标赛6月7日比赛，严格高雄跳水队的选手宣布发度伫高雄训练，这是因为高雄的国际游泳池对去年5月份整修甲打拢还未做好。跳完顶向前跳，正拍伫软柱顶，唔知的人了做是咧练体操，其实因是咧训练跳水，要代表高雄市的中正国小跳水选手，以前拢是伫高雄国际游泳池跳水池练习。不过游泳池因为漏水，去年5月休困整修，原定11月完工，所以因为变更设计拖到7寸。结构问题又必须最快要到12月，其实这样的一拖再拖，都造成包括游泳选手、跳水选手在训练上面的这个权益都会受到影响。教练也积极的在提供一些相对应的方法，然后让选手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依然能够成绩的一个成长。正常的跳水训练比例，水上甲陆地是4:6，因为场地问题，选手只好改做陆地训练。艰难状况，互人看了唔甘。另外，台湾目前敢若高雄、台中甲台北有5米深的公立跳水池。为着后个月初的总统杯比赛，家长只好家己出钱，互囡仔去台中训练。立院要求市府爱补贴选手外地训练费用。运发局本于支持我们高雄的这些体育团队，那么我们运发局也会来筹措一些相关的经费来补助。除了跳水选手训练场地有问题，欠水严重，高雄4月20日起暂停开放公立游泳池。不过因为南部落雨无理想，文化局讲游泳池会继续关甲抗旱应变中心宣布重新开放为止。期间有比赛需求的选手会当申请鉴定，也是高山游泳池做训练。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南投，南投县目前有吨23万吨的粪扫，草屯的粪扫山对去年5月份开始就先把这粪扫捆做一包一包，也毋过嘛，因为年底焦翠潭人工湖就要开始送水啊，所以南投县政府即马表示，年底之前会把这粪扫车去别位。南投草屯的粪扫堆墩场当地进行拍包作业。草屯粪扫山为去年5月开始分类拍包，虽然目前有清出一寡位，不过也是有将近6万栋。草屯清洁队是讲，目前一天会当拍包200栋。预定说年底之前，希望是把这个暂置区能够完成清运啦。好，至于新垃圾的部分，上级也有一直要求我们要另外找地放置啦。
南投县环保局是讲，6月佫增加一台机组，要提升到一工400吨。目前已经甲7县市讲好协助消化这个竞出物件，嘛结合民间的力量加速消化。要摒伫年底鸟喙潭、人工湖完工前，甲草屯粪扫山全部移除。环保署都有协调一些数量，针对这些外运的部分有在协助。那大概有一些县市会专门来锁定草屯垃圾来做移除，所以我们今年度县府的重点，大概是会把集中会在草屯做垃圾移除。南投县目前逐工生产的粪扫量是250吨，环保局是讲，为3月开始，逐工外运量能已经提升到200吨。不过，其他同款有粪扫问题的乡镇是讲，县政府应该要考虑到草屯以外的所在。在载运出去文化的时候，应该要按人口比例来载运这样垃圾比较公平。像我们从去年到现在只有载运3台车子，说实在就42吨、43吨，真的实在是太少了。这个量的扩大它还是整个统筹还是在县政府的环保局，你知道不？我都讲我说我拿去讨有。都量全的互源。为咗乡镇是讲，环保使用专人的方式来解决草屯粪扫堆囤的问题。不过，其他乡镇粪扫外运的问题也是有，要求中央甲县政府伫处理南投粪扫问题，应该都要统一做法，无应该大细目。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粉林蒜头的产量减少，所以绩效袂歹。也毋过，警方最近就接到民众报案，讲藏伫厝内的一寡蒜头着贼偷，250斤拢碰见。警方有抓到一个姓蔡的查甫人，啊，毋过伊讲已经用一半的绩效拢总袂掉啊。卡控着石哥，开条倒摆来到好位即厝的蒜头仓库，先观察地形。各位窗仔爬入去偷摕蒜头，这名23岁错是犯嫌，虽然行动不便。但爬入去蒜头仓库后，慢慢将一包一包的蒜头撇入桶外，总共偷摕蒜头250斤。4、5月份是我们辖区那个蒜头的产季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视这个蒜头的维护。那日前接获民众报案就是说他工厂的那个蒜头遭窃，那数量也蛮多的，就是有250斤受到气候影响，今年云林的蒜头减产。后目前蒜头维持袂歹绩效，但3月份北港贸易间组成偷摕蒜头集团，偷客将近3吨的蒜头被抓到。这次错事犯嫌偷摕后，佫以价市价无到一半的绩效来转卖。那我们追查他蒜头销赃的来源，他把偷窃当天以后，就把那个蒜头卖给那个辖区的店家去做花用。警方表示，近期陆续接到零星蒜头失窃案件，大部分拢是民众将蒜头抛在家己的厝门口，抓被偷客。嘛，呼吁民众尽量要管理好财务安全，以降低被偷的状况，专卖一切得罪。以上云林地检署来侦办，记者为你报道。来看花莲玉里是种真侪米，农民会用无共识水的米伫产地维度来推展观光，代替今年嘛和农民合作，画出代替 logo。真正真侪游客来遮翕相。为着要互铁路迷伫翕火车时阵会当顺续来推销台铁的意向，花莲火车头甲玉里农民合作，伫克星桥附近来采画雕塑，特别是火车经过时阵，游客拢会来翕相。蛮有特色的，玉里这边其实有一个蛮著名的铁桥。对，那这边的那个稻田也蛮漂亮的。稻田采画这几年来，伫花莲南区正时行，包含乌形、大卡、台湾样式的 logo 拢有来出现过。农民利用无共色水的稻米，搁再配合电脑画图了后来甲规划种植。这种品种的话，它要以我们太阳光合作用，它才会变颜色。越复杂的话，以人工插植的工作时间就越长。代替表示，目前采画稻田有0.5公顷，伫今年开春了后就开始种植，成功打造地方特色。稻米办批要伫6月就会来收割。玉里的客城桥呢，一直是民众呢拍照、拍火车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点这个很大的一个回响他们都到那边去拍这个火车经过的一个画面。代替表示讲，想要去欣赏的游客会当对玉里火车头出发，行玉里自转车道5分钟就会到位。呼吁大家伫桥顶翕相的时阵，嘛爱注意家己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农民真辛苦，拢是看天咧食饭。风台大雨可旱，拢会有影响。为着要减少农业损失，农委会即马是和气象局合作，要用3年的时间投入2亿外，伫咱全台湾设成100基农业气象站。农民靠天食饭，上惊拄着风台，但是最近这2年风台影响较细，颠倒是中南部可旱，有当时啊，佮会影响大雨，正做农损的主要原因。为着要互农民会当愈精准去掌握天气的资讯，农委会和气象局合作，打算未来3年要开新台票2亿1500万，来起100个农业气象站为农民服务。未来的农业保险，其实我们更精准的，特别是希望说开发一些所谓的指数型的保单，说当你的不管是温度、雨量达到某一个上限的时候，就启动这样一个理赔，那也减少了很多现刊的这样的一个困扰。目前国内的气象观测站大部分拢是伫咧人口较稠的所在，但是农业气象站却干那176个尔，会使讲是非常无够。最近这几年天气愈来愈恶降压，所以农业损失若要请保险理赔，嘛常常引起争议。原因就是气象观测站离产区上过远，所以未来要新起的农业气象站会增加农损热区的监测密度。地形的影响就影响到很多微气候或者微气象，那这个差距。尤其是在海边，这个差距非常非常的明显。如果将来这个保险推动的好的话，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分析气象灾害的损失的额度在哪里。气象局表示，台湾虽然无讲介大，不过地形非常复杂，加上极端气候是大大冲击咱的农业生产。精准的气象资讯会当帮助农民防范天灾，嘛希望会当进一步减少农业的理赔争议。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顶日啊，伫台中和屏东拢有细汉红婴仔互大人苦毒的新闻。那这2件拢是因为红婴仔妈妈好甲大人情绪失控，使性地拍囡仔。有专家就建议讲，囡仔若是一直咧烦的时，会当带囡仔看绘本来转移囡仔的注意力。影片当中，5个月大红婴仔妈妈好，老爸骗袂掂。挡袂牢使性地对细汉囝献水配献几落个。另外，屏东嘛传出有爸的女母，因为8个月大红婴仔一直哭，感觉足烦的，情绪失控，甲红婴仔摔伫涂骹，害囡仔脑部受伤，互检方起诉。对男婴哭泣会感到这个烦躁情绪失控，依照儿少条例应该加重1/2那于日前提起公诉。到底囡仔咧哭时，大人会当安怎做，才袂情绪失控？有专家是安尼建议的。阮建议就是讲，伊家己先深呼吸这样子，伊若是家己的情绪较稳定的时阵，伊去处理囡仔的苦恼，伊才有法度安尼。捌伫这个托育中心做讲师的周开华表示，大人爱先冷静，才有法度理性来面对囡仔哭。囡仔为什么会哭？会当先观察，再来判断，再做出回应。用这3步来处理，嘛会当安搭囡仔，温温啊摇，也是甲因讲话，互因安心。另外，嘛会当利用社区的社会资源，参加育儿活动，学安怎带囝。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只有自己有这样子的状况？但其实所有透过像这样子的交流过程中，其实让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原来我不孤单。育儿站即天拄好就有爸母交流课，嘛拄好就咧甲因讨论安怎处理大人的情绪。老师建议家长，囡仔咧烦的时，会当带囡仔来看绘本、耍游戏，转移囡仔的注意力。爸母爱有好的情绪，才会当提供囡仔有好的成长环境。记者台湾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镜头来家人对3月份开始是咧推行一种青底白蛇的过路线，看起来会较显目，是希望会当增加过路人的安全。只是讲为这款过路线介绍是比一般的斑马线贵3倍，所以目前是先针对学校、家人庙口这重要的路口先来改。基隆市安乐区建德国小边仔的路口有这种青色底的斑马线，凭一般的黑白斑马线看起来是较显目。这是基隆市为3月开始推行的青色斑马线，互行路人较好，互人看到。绿色的咱再看，人可以去注意到了。它不会是整个就是像柏油路的颜色。然后小朋友比较看得见尤其是夜间它的视觉效果是非常好。我们驾驶朋友在比较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绿色斑马线里面混有所谓的
玻璃珠哈。那在夜间的时候，它会所谓的反光哈，就是会提醒哈这个地方会比较显目。现主时，基隆市成为学校附近加基隆庙口这寡重要路口新施行。不过，这款斑马线也让民众烦恼，凭一般的斑马线敢会较骨。会结束，用路人安全。可是问题，如果说是像骑车族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有色彩的斑马线在日本、欧美国家拢有在使用。台湾自2017年开始，也有关系陆续推动。基隆市政府表示，在设计的时也有调整成分，和安全性比法规的标准更较悬。本正是50，基本上90-65哈，所以基本上哈。奥多拜哈，伫顶悬徛哈，未讲有骨的哈方面啦。不过，基隆市政府表示，这款车色的斑马线比一般的乌白斑马线的价效是贵3倍。在经费有限的状况之下，已经向中央争取经费，后半年希望会当全面规划，让更较侪路口通实行。记者郭明水基隆报道。今年已经食到92岁的黄俊雄是咱台湾布袋戏的人间国宝。1970年代，伊甲布袋戏搬去电视，上界出名的就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的苏剑文。黄俊雄伊是婚林好买人，所以婚林县政府嘛甲大水一生翕做纪录片。劝君当初爱何乡，爱何万派水了亡。布袋戏大师黄俊雄，互人号做是人间国宝。伊今年嘛摕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从听人是我在地，何必拢往上挑战？为你是神我梦，演呀！云林县政府特别规划这出纪录片《布袋戏人间国宝黄俊雄》，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后生加查某囝同齐完成的。曾经被评价为不入流的作品，对。但是50年后的今天，不分阶层、不分领域的台湾人都知道常进人这个代名词。我感觉布袋戏文化艺术，甚至各种的艺术，伫个每一个年代无共款的设计，拢有无共款的挑战。黄俊雄为14岁开始，就对因老爸通天教主黄海台学布袋戏。1970年代，全台拢咧小布袋戏，分酒大女侠苏剑文这出，更加是电视布袋戏的高峰，加做全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因为黄俊雄是云林人，这出纪录片云林县府筹备真久。我想大家对布袋戏都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哈，尤其是云林县就是布袋戏的故乡，那最能够代表台湾意象的，也就是布袋戏。这出纪录片为2001就开始准备，今仔日举行特映放送，而且是由黄俊雄的囡仔来负责，用主类角度记录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精彩的人生，看人间国宝对布袋戏这项传统文化的付出和有坚持。记者柯嘉轩、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中华职棒昨昏伫新庄棒球场比赛，拍到第7局的顶半局的时，伫场内的泉水系统熊压水，这球员拢错一个。另外，这场比赛中信兄弟尾也是以7-1拍赢富邦悍将。另外，伫天母棒球场的比赛是因为有天母条款，就是讲暗时10点过袂使佮拍延长赛，所以这场比赛尾也统一赛韩比专良是以2-2攻和。这一球打在棒头上来看下，飞到哪里去？在右外野方向，一去不回头。统一赛伫南口一发阳春炮第球成得点，也是个人本季第6分。统一赛对初九伫个天母棒球场交手比专良，所底嘅6局上实施安打，佮帮助赛队摕到2分差领先。垒包上的陈杰宪绕过了3垒，要来回到本垒，安可站上了3垒。球给志杰，现在带有1分的打点，2-0。7局下两队先约回1分，9局下最后进攻机会，换代打林志成攻出一支约回比数安打。因为天母棒球场有特殊的规定，暗时超过10点免拍延长赛，所以比赛再定呼叫，两队2-2平手。陈世盟对陈文杰，这个球打得蛮扎实的，在右外野方向 ，Go！ 哈哈，陈文杰开轰了2分炮，这是他本季的首轰，一棒帮助中信兄弟现在逆转的比赛，2-1超前。
结束就职3年前的富邦悍将甲中信兄弟，经过一天的休困，转战新庄棒球场。7局顶半，相对抓到机会，一轮免攻攻下大桥，暗过满垒时阵，场地雄雄开始喷水，落进做雨。现在出现了一些蛮特别的状况，场上的这个洒水系统居然在这个时候启动起来了。这样好看起打击区的周书记拄到水就好分，讲出涉是安打，对抗2分领先。中信兄弟最后7比1，6分之差打败富邦悍将，收下近期的2连胜。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普利兹奖才被伫美国纽约颁奖，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有几间媒体，拢是因为报道俄乌战争来得奖。2022年3月初5，乌克兰急救人员甲警察，甲一位32岁受伤有身的军人，对付俄军空袭摧毁的妇幼病内面，用大架啊撤离。美联社摄影记者伫日拢是庆之康甲战火情形下，翕到性命的沦陷甲抢救的时刻。2022年3月初5，伫乌克兰首都基辅的郊区，百姓拢跪伫咧被摧毁的伊尔平桥下骹，想要过河逃离战火。2022年2月25，伫咧基辅，有一位女子索洛伊科娃徛伫咧互飞弹摧毁的公寓头前口。2022年3月10日，俄军轰炸马利坡，一栋公寓被炸毁的时阵，庆祝大会。这款相片拢得到普利兹突发新闻摄影奖。Our AP journalists who were in Mariupol were really essential to the world starting to understand what the human toll of this war was in its early days. They also provided a counterweight to Russian disinformation about the war, and their reporting ultimately was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open up humanitarian corridors out of Mariupol. It's just a true public service. 2023年普利兹奖最被伫咧美国纽约公布，真侪媒体因为俄战争的题材提奖，其中《纽约时报》侵入当地，坚定无国危险事实的报道，其中包括对布查迪大屠杀进行8个月调查报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4个月啊是北欧鹿仔刷秀的季节，瑞典电视台就推出直播的节目来看鹿仔搬刷的过程，引起侪人的讨论。有专家就认为讲，大自然的冰晶无啥变化的画面，算有安打人心的效果，所以真侪人看这个节目已经报告档啊。Moose will continue to migrate north each year, gi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live on TV. 逐摆到寒冷含热天要烧完的时阵，北极区的鹿仔就会伫草地开始大耍动，因穿过树林含乌，不时互咱一寡想袂到的惊喜。瑞典电视台沿路是放30台遥控摄影机，甲鹿仔一天24点钟每一个行动，完全拢无剪过，互大家看。结果大家是有够爱看，去年就已经看1200万点钟，今年已经是第5年。Sometimes we get very excited when you see 1 or 2 moose, like, oh yeah, moose! Have you seen it? Do you remember? You called me. You're like, oh, yeah, we watched it. It feels so exciting. I don't know why. Yeah. It feels like, because it's not directed, it feels like more real. 制作单位是发现讲，这个大自然的线顶放送的节目，甲网络和社群媒体合起来，已经变作一种次文化。去留言讨论的人嘛足侪。Here we se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m not swimming. So here, last in the bath is a coward. Now it's just jumping in the water. Oh, they're beautiful. 专家讲，这种红叫做是慢电视的节目，看起来无聊，但拄好是真侪紧张刺激的节目的颠倒变，有另外一种趣味。And I think that it's not only the moose, which is a fascinating animal, but it's the whole concept of sitting, watching, nothing happens for hours and hours. And I think that could be quite healthy for more people than us. 专家认为讲，慢电视是拄好甲现代人欠的迄种慢慢生活的感觉补起来，可能就是伊受欢迎的原因。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有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9度，上悬有30度。东
东部的温度上加18度，上悬26度；外岛15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